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單咧，即係都幾轟動全城嘅案件啊，就係楊女士嗰個騙案。咁如果大家睇新聞應該知道啦，就有一個70歲嘅女士阿楊女士啦，佢喺退休嘅時間咧都有累積咗幾多嘅資產啦，咁有900萬喺個股票戶口入邊嘅。本身咧個退休生活可以保障到啦，咁但係因為一場嘅網絡盜竊咧，就一掃而空，冇晒所有錢啦，所有美好生活咧就幻滅晒。咁呢單新聞咧，大家如果上網睇都會睇到好多嘅，關於一個國際大型證券公司佢哋交易平台上面嘅一啲疑似黑客嘅操作，因為咧佢應該係個賬戶俾人 hack 咗啦，然後咧個騙徒將佢嗰個股票戶入邊咧所有股票賣晒，咁但係咧賣晒啲股票佢攞唔到錢噶嘛，咁佢點做咧？就係做一個對賭嘅交易，買入一啲即將到期咧嗰啲期權啦，咁然後咧就係一個必須嘅交易嚟嘅，同另外一方對賭，咁喺30幾筆交易之後咧，就將佢呢900萬嘅港幣嘅錢咧，就全部輸晒啦。咁就呢件事咧，我週末嘅時間咧就問我嘅資深投資者好朋友啦，亦都係我中學嘅師兄阿水哥啊，因為佢自己咧都係一個高頻嘅交易者啊嘛，佢就話咧其實而家咧佢哋喺股票市場面輸錢嘅風險咧係比俾人哋偷錢嘅風險咧係細好多。如果係好熟投資嘅話，大概都掌握到個投資點樣可以保住自己唔輸錢啦。咁但係盜竊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容易會中嘅，同埋呢啲係涉及網絡安全咧嗰啲嘅知識噶嘛。咁佢哋作為資深投資者都未必識得呢啲知識，佢都知道咧呢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咧都建議我哋採取唔同嘅防範嘅措施咧，去避免呢啲咁嘅事發生喺我哋身上。好多嘅投資者咧，當佢做交易嘅時間咧，都會信晒同一個嘅平台嘅，即係可能將所有錢你assume擺喺某個戶口入邊，你就係安全啦，因為有乜嘢可以追嘛。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咧喺啲網絡券商嗰個條款入邊咧，其實都好清楚啊。如果係你嗰個個人嘅用戶資料啦，同埋嗰個登入嘅密碼係因為外泄嘅話咧，俾人偷晒啲錢咧，其實個平台甩晒所有嘅關係嘅，佢唔會為你做任何嘅賠償啦。每個人咧去管理好自己嘅登入資訊咧，係作為投資者自己嘅責任嚟嘅。咁個平台咧係唔會幫你嘅。咁同埋咧啲錢咧，萬一經由呢啲平台流咗入公海嘅，好似楊女士呢個 case 嘅話，通過對賭嘅方式輸咗嘅話，咁其實係基本上冇得查，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算你去報警都好咧，警察只能夠同情地幫你錄個口供啊，話幫你調查下，但係其實咧能夠追得翻呢筆錢嘅機會咧係接近零嘅。咁可能有啲觀眾咧就會覺得唔係喎，應該查得到㗎，咁對方到底同佢對賭嗰個戶口係邊個咧？邊個係個戶口嘅得益人咧？應該係揾得到㗎嘛。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有關於黑錢嘅一啲資訊咧，呢個戶口嘅受益人咧，即係話贏咗楊女士錢嗰個戶口咧，分分鐘係一個可能係孟加拉嘅小販，或者係印度嘅拾荒者咁樣啦。因為嗰啲犯罪機構咧會買好多呢啲人頭嘅。